国家人权博物馆和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合作举办白色恐怖工作坊，邀请政治受难者家属团体分享因伫白色恐怖时期受压迫过去，希望透过这摆工作坊，和各种白色恐怖时期的不期案件，透过分享，和研究者大众知影，正做这推动转型正义的动力。祈祷煞了，我头都发冲，可能警察伊嘛无想着讲，这个穿牧师服，这个牧师会伫迄个所在发枪啦。长老教会牧师黄德干讲起家己往过读大学的时，捌参长老教会做伙声援蔡口台独案的行动，上街路示威游行。因为1987年蔡友全考取得即寡台独人士组成台湾政治受难者联谊总会，佮发表台湾应该独立即寡言论，互政府认定是涉嫌叛乱罪。长老教会为了抗拒政府发起游行。迄是对长老教会来讲，迄是一个真大的迄落，嘛是台湾第一遍咧冲破镇暴部队的一个经验。国家人权博物馆甲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合作的台湾白色恐怖历史概览编撰计划，礼拜四举办工作坊，邀请侪侪政治受难者当事人、团体、家属来讲因受压迫的故事。并透过实际分享，增加研究者大众对白色恐怖历史的认识。亲自去听到这些事情的震撼度、感受度非常高。透过这些故事，我们能够亲身感受到过去那些人的痛苦。这张破解书，迄个第一个人是啥人？还是讲迄内底有较出名的人研究尔？尾啊，迄几个拢总无研究，无因为讲伊判死刑，还是讲伊判3个月，就去伊讲啊3个月迄小代志，免甲偌个研究，啊迄死刑啊大研究，阮无迄款的看法。有学者讲，过去学术界咧做白色恐怖研究，重大案件定会有真侪人研究，不过较细项的案件就无人要关注。这个计划的目的，就是希望无论案件大细，拢应该受到关注，成为国家推行转型正义的基础。拜五中研院台史所也会举办论文发表会，展现因伫计划期间研究各种白色恐怖案件的成果。记者龚林旭凯台北报道。